好来，乡亲啊，继续来看这个诺富特饭店爆发着菌株的感染，嘛互社区为着病毒的风险大大来增加。当中有未少的确诊者有去过台北市甲新北市，安尼这个防疫的政策是毋是有需要来做调整呢？台北市长郭文提讲，目前台北市是延续着去年秋冬专案的防疫的政策无要改变，会严格来监视着疫情的变化，若有问题会来提升着防疫的层级。那新北市长侯友宜是要求着这个室内外拢爱来提悬着防疫的等级。公庙的活动甲病院的探病嘛拢爱缩小着规模，若老人用餐嘛拢爱包包咧早转去厝食。诺富特饭店有发生集体感染的事件，有确诊者坐过台北市的捷运公车，那在台北市要安怎防疫？延续去年一直到现在的秋冬专案，我们严格的监视整个疫情的变化，如果有问题的话，才升高防疫的层级。台北市防疫延续秋冬专案的防疫措施，室内活动采取实名制，呼吁民众爱保持社交距离、挂喙罨。因为国门天马批评讲，中央针对机组人员检疫时间实在不应该有两种标准。既然我们一般旅客是观察14天没问题才进入社会，如果除非他们全部有打过疫苗，不然他们不应当用不同的标准。新北市长侯友宜早伫今年一天就对中央的防疫真不满。我们必须要堵这个漏洞。我们新北市绝对会把从桃园、从华机场染疫这个事件扩及到新北的，我们要全力的防堵。伊更加要求防疫的等级爱升悬。公车系统的消毒的密度从4个小时改2个小时，并且从即日起3个礼拜，我们老人共餐取消，改成外带餐盒。新北市室内活动爱实名登记，1000人以上的室外活动爱卫生局、消防局核定才会使办。公庙活动加去病院看病人爱限制规模，同时爱全面检视旅馆。民众报道设立监禁柜台，为红色、黄色、青色的区域增加空间。就惊讲疫情会佫有变化，双北市即马拢唔敢大意。